后来镜头锁定在台湾，这个苗栗的东路乡一群学音乐的囡仔，到这个教育园去替这个骹手靠板凳的囡仔举办一场音乐会，现场是热烈温暖，用这个正向的力量，带予教育园的囡仔一个难忘的回忆。 悠扬的音乐声伫教养院响起，所有院生拢做伙伫听这个囡仔所带来的美妙音符。用有力的节奏伫拍鼓，和这个细汉儿细汉儿的心嘛，对这音乐伫起起落落。这场特别的音乐会是这学音乐的囡仔甲老师特别策划，希望透过演奏，带予这院生正面的能量。 一阵小小的演奏家，为小学到高中生拢有因真愿意将音乐甲这细汉儿分享，嘛累积本身的演出经验，同时带予因更较侪温暖。